属，体本来就无生，了本来就无属啊无属。这个是严格讲的吼，即句啦吼，这个话这是严格讲的。即句就是六十讲，本出无生，了无属吼，无一个属啊无一个无属。但是即句的话，即句的就是叫六十的，这个严格讲的。体即无生，这个体的自性清净的法体，伊本来无一个生啊无一个无生，了无属，了本无属。这个本来就无一个属，就是无一个属，就是无一个无属。安尼对啦吼，靠一个属，靠一个无属。因为本来就附着的物件，附着，所以六祖来讲，而伊自性本自附着，本无生灭，本无动摇。哦，变性万象，伊本来就附属伫内面，就无有一个来，无有一个去。啊，若有一个去的当中，这个肉体就变成啊，就尸体物件吼。所以伊来讲吼，了不无属，属啊如是如是。这句就讲出来吼，属啊，这句就是咱六祖来讲，因为我讲这句话咧，你用手把它浸到倒来，属啊如是如是。就是讲，你讲的甲我讲的拢相像，你讲的我讲拢相像，因为这两句话有一个意思讲，咱好较早捌讲讲，因为如是成为一如无不该是，哦，迄个叫做啦，后人弥佛教上咧讲话咯，老讲叫做法治，叫做知法法治的吼。知法，迄个法的指向，法的指向，这个在讲，比如讲，如是我们一时不在教育下，已经讲到如是，这叫做这我讲叫，这叫做，一句叫做，一句叫做显理啊，我较早显理如是显理，你讲，伊这个如是内底当中，这个如。所以叫做啦，叫做实相，实相。我发觉，这个图啦，这个图啦，文字叫做啦，文叫做心，这两个叫做如是，实相。发觉，因为这个实相，发觉的地位嘛，咱叫地位嘛。地位嘛，这叫做理嘛，自性叫做清净嘛，这叫做清净无量嘛，这个理叫做清净无量，因为伊叫做无来无去，但是因为对这个造出来内底当中，对这个理造出来，这叫发现，对理造出来物件叫做地位，但是你要看就叫做地性，你要看就叫做性，叫做性。所以这个内底当中，地甲色，咱即个就是要转色成地，共一个物件。你色叫做亮，转地叫做无亮。但是因为你自性对地所流露出来地位的地，发觉应该是如共一个物件。我想较早要讲的日头，这个日头，这个头叫理嘛，但是这叫做自性嘛，这叫自性嘛，这叫做无来无去嘛，不静不动嘛。但是伊日头来光，伊这光啊，这光叫做发界嘛，这光啊，照射大家嘛。但是这个日头的理，甲这个发界的理位的理。为光嘛，这叫做光嘛，这是唔共一个物件，这唔是两个物件。但是因为咱今仔日这个地位的地当中，这个物件，这个叫砍掉，叫做迷嘛，叫做迷啦。什么叫迷？色声香味触嘛，肉质肉口，咱变成啊，咱变成色嘛，色就是比较，色就是比较。所以你本来的真实性内底当中所叫砍掉，唔是无去哦。你这个理，这个事情较砍掉无去哦。你
你这个日头是叫乌云来照条，毋是这个日头无去咯。安尼啦，伊无去，所以咱讲叫做福。哦，是，叫做是，因为圣人的地位，无人会当来否认的物件。自过去2000几年来，经公中发这经，来发这经，什么人会当来改变伊这个文字？所以无人会去改变这个文字。啊，这个文字就是啥？这个文字就是绝对，绝对。咱校咧，才会叫做实，叫做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经典嘛，这个叫做经典嘛。哦，啊，咱校咧才会叫做学本嘛，写本嘛，学本咧咧学习嘛，叫做学术嘛。学本是咧学习，伊毋是咧学规啊，伊毋是咧学规，所以你校咧读书愈较，大家地位愈袂慢啊。日后你上进的这物件啦吼，你伫什么校出来什么校，学出来伤济尔。啊，你律师啦吼，出来毋是拢立法院咧讲白贼的，吼，啊，着大家辩解啊，啊，用实物实咧辩，吼，换一个实的应离开着你这个定，离开你的良心本性的用实。啊，现在这嘛是共你这个物件走出来，但无这个物件走出来，你还要创一这个物件。透这个色，啊，所以这个色就是叫看标的变成啊，咱常讲出迄个人违背良心做事，啊，良心就是鬼啊，啊，无违背良心就是色啊，安尼尔啊，啊，所以咱校当中学本这个学识，伊无咧学规，经典叫做学规，经典的物件叫做学规，经典的物件叫做学本的物件叫做学识，哦。啊，所以儒释内底当中这两个物件叫做哪？哦，叫做儒释。你看的意见，甲我看的意见拢相同。你讲的物件到迄个极端，我看见你嘛到迄个极端，这是合作的来正道的物件。我说到尾内底当中，天甲负伊2礼拜，顺过这个这个。迄个一条了无六祖的迄个这个证得了六祖如是，那安尼当中你经迄个意境啊，见到就想要非议，就是用叫伊的伊，这个佛家的礼仪，就甲礼拜对六祖为名谢恩啦吼。师徒就是个性，师徒就决定就要离开这个艺术吼。伫这当中呢，咱都对咱法律一点吼，书犯太爽吼，犯太爽吼，犯本自为东，岂有所也？岂有所也？书啥地为东？为地为东。人家自性分别。书逆行的无心之意。逆行的无心之意。无心岂有义也？无心岂有义也？无以随分，无以随当分别。无以随当分别。分别也归矣。分别也归矣。是我现在消流一手，是为一束角。这段呢就是最后这个做为名，最后一个段落啦吼。书就是跟做为名讲啦，你太遐紧就要等伊，但是你咧讲的内底当中每一句拢上美人啦，对吧？毋是讲，你都到遮留一命啦，到遮，到遮，毋免来随便转去啊，才是伊佫负责地位，伊讲的拢做上，这内底当中拢上美人的，什么咧讲的都打残你，一句话内底当中，就拢夹心里内底。所以阮对说你紧就要转去嘛，咱以白话来讲，吼。日本呢，因为咱经教就是讲嘛，本自为
属的，自身本自附属的物件，无属甲无属，无紧甲慢，透一个本归动，起有属透一个紧甲慢，透一个属甲无属，有属甲无属都有来去的物件。即句就是安尼啦吼。即摆后壁就讲书法，做就在讲啊，随理非动，什么人知影动甲非动？什么人知影有动？毋过呢，因为伊这大常理哦，因为伊嘛是咧处理即个迄个常识的即个意见嘛。伊讲即个仁者自性分别，那安尼当中，仁者即个仁者就是咧讲啥物件？你讲咱自己就是家己的分别。即个是仁者呢，若要甲讲起来，对咱的自性的一个家己有一个区别，即个自卑的角色，即个叫做仁者。你家己就知影去分别，安对啦。所以呢，当时咱俩做咱伫迄个论语内底当中，民主啦吼，迄个民主篇的内底当中是讲人心者，以人路也。下边路离不离，放于心离不离球。即句话就是咧讲人心了，迄个人就是讲咱人的心。咱即目前中即个人，即个仁者，就是讲即个人就是讲咱家己即个良心本性。所以伊圣义伊讲的话，伊顶完即个级数当中相同，伊袂当相。所以伊当时。咱民主篇，伊嘛是讲人心了，人就是咱人的心。但是咱做分即个偏教嘛，讲人嘛是咱人的心。你家己的自心，你家己的良心本性，你家己会去分辨。有啥物人有分辨？我啥物想到你知影？当然知影啦吼，因为讲常理，打常理，你家己的良心本性，你家己知影。我人家自性的。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你家己分别。所谓逆性的无心之意，咱大做会员就讲嘛，你性的你性的就讲性情得了无心之意，你已经得到无心的妙法。所以嘛，不是天台讲无相安怎？性情微妙法。性情得到无心之意，性情无心微妙法之意，安尼讲起来，这个话的解说，因有定些话诡异名来代表伊的意思。你这诡异的当中，你若做无入来，你唔知要讲啥物件。你就是你，你先讲，你有得到性情微妙法，无心得之意，无心的解脱之意，你有得到。即嘛，经常就讲啊，无心去有意的，无心，这个无心去有意啊，这个无心啊，透一个意，无心都无透一个意，即个做就在讲所啊，无意随当分别。那安尼呢？你无意，什么人会分别？毋过呢，经常就讲嘛伊讲分别亦为意，而且讲到咩咧？眼耳鼻舌，来心意比咱是阿来想。这个意，叫做意识。咁是呢？伊即马咧讲，伊即马做意识咧讲，这个意，但是这个现讲就甲讲到伊这个不意。讲清净，这个清净无量的物件，太难有一个意，有一个意识伫内底。伊本来就了分明、清楚在内底，毋过若怎么讲无意随当分别，所以这个无意随当分别，这是讲善分别，这个名叫做无分别，爱知影。所以呢，人意境有头的性格，咱就是讲啊，分别就可以有分别但是因为伊无
无伫意识内底，因为伊所生的物件就是善分别。后壁就讲着，即后壁就讲着，能善分别诸我上帝而不动，有无？后壁就讲着，所以就讲啊，说法现在，哦，说法就是来做的，现在，但你这个现在意思，对于迄个显格这种非常的赞叹，哦，非常赞叹的意思。伊哩头前就甲讲啊嘛，伊头前甲证得了嘛，后壁这大会免来免等伊当中，因两个伫遐论一分嘛，论一分到尾啊，当中论了后，当中呢，现在是较实，你是有迄个内涵，确实你就看到迄个无声的物件，哦，安尼对啦。像有一说，你当初啊留一面，安尼啦，迄阵当时经过历史，经过大互人做评，甲留一面。是艺术家，啊，迄个艺术家，咱来注意，毋是讲带一面家己，是因为伊已经家己要断，但是若做有着小财啦吼，啊，你着减啊一减啦吼，都再大一面啊，我就哪断去安尼啦，啊，人人家，嘛是咧听人做落去啦吼，人真正要带一面，啊，带一面后壁，咱若和这个艺术家艺术节。啊，这个艺术觉的讲伊到带一面那格着，啊，毋是带一面到哪就格着，所以这句话要做注意吼。后边当中就证着我啦吼，善意说啊，预约吼，无上大师啦吼，叫无上大师是称为叫做真格吼。这是因为这个显格大师到尾当中有证着写哦一个证着我足有名啦吼。做有名证据我啦吼，所以呢，咱若看到你若迄个网络拍入吼，叫做永嘉大师正道歌嘛，有连迄个讲出来，哦，迄正道歌，拢是咧讲大实话物件吼，这是因为咱做啊这个委员，加伫迄个显格阐述，应该吼啊正道的一般的迄个典故吼，啊，咱即摆来。这个另外一个吼，这里面就，但是这个因素吼，刚拢是连切啦吼，啊连切，哦，咱这个当地咧渡着一个佛山吼，咧渡入来吼，真就偌好咧，所以咱可以来着吼，出去吼，啊伫遐老人咧修几十年吼，啊有证着到吼，啊传来经过，会当嘛是证着到，你咧讲对不了，哦，所以这些切吼。这人嘛是无简单啦吼，啊，拢学这个年轻吼，啊出来去互来做证得的吼。祥地红，祥家地红，初参五祖，初参五祖，注意以德正修，注意以德正修，安居永泽，安居永泽，积20年。积20年，书地做年切，书地切做年切。